各位先进大家好，今日是要来绍介我伫论文内底所做的中华关的语言地图。我的论文是2013年完成的也无讲对外来做一个发表只是讲考试迄天有做发表安尼尔尔。迄天并无啥物人来参与着迄个今日就是讲互我即个机会来甲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论文迄个我的论文内底有足侪地图内底有足侪语言地图，佫有一部分的语言地图还无完成，因为我是有做200外个事其中有完成的迄个语言地图才敢若差不多几十张尔并无讲全部来完成。恁嘛会当用即个语言调查的结果家己来做一下语言地图我会当开放，互你家己去做一下语言地图。你会当大概就会当知影讲语言地图到底是要安怎做即个内底有方音差的迄个对照表你会当去看觅，因为咱迄个台语上主要的全音叫做韵切叫做类音苗语嘛迄个正音主要是叫做类集雅俗通心五音甲类音宝鉴即3本的韵切是咱做语言研究较有咧讲到的迄个我有做一寡迄个语音的对照像讲厦门音、金门、东岸、泉州、晋江、石狮、南岸、惠安、安溪佫有安溪佫永春、漳州，这是讲甲咱迄个台语较有关的一寡腔口南靖平和这甲咱台语较有关的一寡腔口。你会当去看一下迄个伊到底迄个音是安怎发的像讲即个咱即马上主要的对照就是一个叫做科过科甲过迄个韵就是讲迄个全音伊是讲做的像讲过伊是讲做迄个厦门音伊是讲做过讲做过正音伊是讲做过即个韵是一个对照较迄个算讲你足明显就会当知影讲伊迄个差别是啥物。过来像讲即个青也是讲青这嘛是即个全音拢讲是正音是讲做即种的你就会当去做一下语音的对照表像讲边甲天所有的拢是即种的伊是另外一部分迄个即个伊嘛是讲伊就是全音是迄个正音是所以并毋是讲同一个韵伊就完全拢对照，毋是安尼你会当去做一下研究这是伫迄个即个附录内底过来我有甲每一个乡镇的语音调查的迄个记录拢做好伊嘛有地图的迄个点的记号，就是讲伊的编号是第几号伫迄个点你就会当
照迄个点来做迄个语言的标记啊，做一张地图出来啊，这有开放你会当去做啊吼。过来，日本时代伊有做过迄个一张语言地图，伊是用迄个人口的迄个调查吼来做的，伊并毋是讲真正去问迄个人的腔口啊来做迄个语言地图，伊毋是，伊是用迄个问讲你是啥物所在的你的来源例如讲你的祖先的来源是啥，爱甲伊讲阮是为迄个三邑晋江惠安甲南安来的，伊就甲伊记做三邑，伊的腔口伊就甲伊讲做是三邑腔你大概就知影讲，即个所在的人，因认为讲因家己是啥物腔口这是日本时代所做的语言，甲迄个伊是以迄个乡管别来做调查的吼。即种的语言地图，咱参考就好啦吼。过来就是讲像讲即个八号八号有人讲八岁，有人讲八岁这三种的讲法到底是安怎分布的迄个嘛有人讲八岁八岁伊就是一种透南的腔口嘛因为八是全音岁是正音，所以伊就叫做即种透南的腔口你会当伫即个语言地图内底看到就是讲像这是漳州腔，伊是读做八八的分布是安尼，八的分布是安尼讲做八的分布是安尼你会看到讲即个所在伊是安怎全音走入来到遮，即个所在是安怎伊全音走入来到分行遮这是啥物原理呢？你若是讲过去研究一下古早的地理，安尼你大概就知影讲原来遮有一条东犁溪东犁溪遮咧，遮嘛有一条溪安尼大概就是讲即个全音是缀迄个溪的迄个走向走入来伊早船会当坐来到宝岛嘛这是岁，这是岁这是岁嘛岁这是号这个红色的这是号这玫瑰红这是岁安尼迄个你大概就知影讲这是讲岁，这是讲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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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伊的分布迄个讲做岁即摆较济伊已经占到58%这讲做八伊占56%所以你嘛知影讲原来透南的人嘛袂少应该是原来有10外趴咯10外趴的人伊会透南着这就是讲伊语言透南的点大概是伫遮你会发现讲伊拢是伫两个处方言的交界的所在大概就是讲即款的所在出世伫即款的所在的人，伊的语音会透南所以咱出世伫啥物所在，咱讲啥物语言，基本上莫感觉讲安尼真无面子并毋是安尼，因为咱出世伫啥物所在，咱的语言就会生做啥物款这毋是讲咱家己有法度控制的这是全音的迄种运册啦你伫网络顶拢会当去看到伊
介济人有对即个做研究，你会当去迄个看觅吼。过来是，我做语言调查时阵的词表吼，像讲即个第一个是背倒，伊若是讲背倒，安尼伊大概就是叫做下门音啦吼。啊，若讲背倒啊，着迄个转音甲强音拢是讲背倒。啊，即个是麦土豆吼啊，鹿港也有人讲面土豆吼，面土豆啊，迄个像较强音的就讲麦土豆吼，麦土豆甲面土豆安尼，吼即款的吼。啊，迄个这是五国语咧调查伊的迄个文音啦吼，啊个米烧车吼，米烧炊，也是讲米烧车吼。啊，迄个暗国鸡、黄国鸡，也是讲盐国鸡吼，迄这各种的腔口拢有人咧讲。啊，掠鱼也是讲掠鱼啊吼，这是我的迄个调查的图表啦吼，迄个表。啊，讲来害你，也是讲来刑你。啊，有人无刑的即个词啊，嘛无害，伊讲来互你安尼尔，伊无咧讲刑你，还是伊讲算讲共招，伊嘛无咧刑的，啊，伊干若来起来互你安尼尔，吼，起来互你安尼，吼，这是迄个调查的词表，啊，你会当看觅吼，讲这是读做，这是批话，也是讲批话，也是讲破话，也是讲屁话吼。你家己会当试看觅讲，你到底是安怎讲？啊，这是问话，也是讲模话，也是讲模戏吼，各种的讲法拢有人咧讲啊。啊，讲这是走烧入，也是讲走烧入，也是讲走烧掠，吼，啊，有人讲走烧入吼，各种的讲法啦吼。啊，你会当去看一下迄个语言的地图吼。啊，咱迄个全音是以类音描误的语音吼来做调查，过来强音是以类集雅俗通行五音来语音吼。啊，你大概讲知影讲，啥物韵甲啥物韵是相对的安尼啦吼，强全的相对。啊，讲到中华关的语言地图，有日本时代做的吼，拄则有讲伊就是照伊迄个乡冠别的调查吼来做的，啊有现代做的，啊大部分是甲中华关当作台湾的一部分来研究。啊，我个人是因为时间甲能力受到限制，简单研究中华关的台语字方言的分布，探讨伊分布的成因啊。啊，第一个是看迄个对家己老母的称呼啦，有人叫名，啊有人叫阿吼，有人叫阿姨，啊嘛有人叫姨的吼，叫阿姨，也是讲姨啊吼，啊有人叫姨的吼，姨啊姨哟吼，啊有人叫阿母，啊有人叫阿母。啊，嘛有人敢若讲嗷吼，佫有日本式的称呼，佫有迄个缅甸式的称呼吼。啊，叫伊的成分有人讲甲招安客有关系啦，啊有人讲甲台湾原住民语迄个伊那有关系，啊有人讲福建人嘛有安尼称呼，总是无定论。啊，你会当佫去做一寡研究啦吼。啊，迄个较特别的是，迄新妇仔
伊是叫因迄个大家是叫阿娘吼，阿娘，伊个阿娘就是伊个大家嘛，因为伊新妇仔自细汉仔就去迄个因兜啊，伊叫因厝诶叫阿姨，来遮叫迄个叫阿娘吼。咱来看一下即个对老母亲好诶分布。第一个，迄个算讲上北边啊，上北边叫阿母诶较济，还有叫阿母，阿母甲阿母。过来就是伊遮嘛有叫阿姨诶，啊嘛有叫姨啊，姨啊甲阿姨。像即个伊有可能就是为迄个丰原迄边搬来诶嘛，因为遮迄个饲鹅诶，遮饲鹅诶，伊可能就是为别个刷过来吼。即叫阿姨诶，大部分拢是伫较南边诶南中华过来就是有叫妈叫妈叫妈妈即个还有叫阿姊，叫阿姊，阿姨迄个阿娘安尼。即你会发现讲，即个北边大部分拢是甲阿母有关系即个北边就是讲复兴啦、秀水、花坛、以北诶啦大庄遮就顶叫阿母，下就叫阿姨即大庄甲埔盐诶南边这拢是叫阿姨诶迄个园林埔心溪湖这拢是叫阿姨诶。伊遮足完整诶，大部分诶人拢是安尼叫，足整齐诶啦若是佫较赖遮就会较无一致较无一致诶叫法啦所以讲这阿姨甲招安溪，因为招安溪是分林遮嘛所以讲遮甲这有关系，我是感觉安尼你中即个是要怎解说？伊也无连做伙伊也无连做伙遮电做拢叫做医药医药迄个阿姨医药个医药医医阿姨遮个有一个遮个叫阿姨所以即个语言地图讲，若是讲要甲招安溪有关系，安尼真歹解说即部分会无是叫阿姨诶啦伊遮甲伊若迄个关系，可能嘛是有相对有迄种可能啦算讲到底要安怎解说可能着爱等待以后诶人毋过即马无解说，以后诶人无法度解说因为时间愈久迄个解说诶迄种讲法会愈来愈侪款，所以实际上我是感觉啦，咱有需要做一个语言诶解说讲到底这是安怎形成诶啦过来就是讲第一点甲第五点，这是照张平生教授偏传偏讲甲混合区诶理论啦伊基本上肺甲血是掌权上大诶迄个差别嘛迄个江诶伊讲血嘛讲流血若是泉诶伊讲流血还是讲流血还是流血这是血这是血这拢是血伊共款
嘛是有一条为遮入来吼，所以以早人画的语言地图大部分拢是画安尼啦吼。啊，咱会知影讲遮是两条溪啦吼，迄种就是讲有迄个大条的沟啦，还是讲大条的溪啦吼。这是即个地理是安尼啦吼。啊，这是火吼，火甲肺啦。啊，讲肺会较大面咯吼，你会当看吼。所以以早的人就讲，哦，彰化县是全较侪江的县市啦吼。以早的人是安尼讲，啊，毋过即马毋是安尼啦吼。即马江一直愈来愈粉愈快去啊吼。啊，像讲即个潮涨啊，潮涨还是讲潮涨，即个潮涨的较济啦，啊，潮涨的较少吼，潮涨的安尼尔。大庄、园林、埔心、永靖，过来屏中啊，社头的一部分，社头的一部分尔，因为社头这拢是潮涨的吼。过来是讲到迄个无天良啊吼，就是讲无天良，无天良，无天良吼，无天良甲无天良吼，这无天良的较济啊吼，啊，迄个无天良的较少吼，共款是安尼啦。过来是迄个咪甲咪吼，咪甲咪，啊，佫有人讲落吼，就是讲落吼，落土豆，伊无讲咪土豆，啊，伊嘛无讲咪土豆，伊讲落土豆，是讲落土豆吼，这是无共款的迄种讲法啦吼。啊，基本上你甲看即个落的是伫即区吼，落的是伫即区。啊，过来彰化市遮吼，这边仔遮嘛有一个是讲落的吼。过来是讲搭菜瓜边仔，也是讲搭菜瓜边仔吼。迄个边一般是认为伊是全音啦吼，啊边伊是江音嘛吼，啊所以你来看大概是安尼吼，大概是安尼分布。彰化市则是江阴，吼，即部分是江阴。彰化市的外围是全音，这甲历史的记载是有符合的吼。所以讲全音甲彰化市包围掉的，安尼。啊，迄个即区是全音，是江阴吼。即区伊是江阴，即区的江阴伊是透去甲南投吼，啊，透去甲云林吼。伊即区的江阴是真快的吼，毋是讲敢若咱彰化县所看到安尼尔。过来是迄个田呢，也是讲田园，田园，也是讲田呢，田园吼，这有4种的讲法啦吼。迄个是安尼吼，啊，迄个呢是安尼，呢伫遮吼。这大部分拢是讲做吼，田的啊，有小部分是讲做田呢吼，田呢。啊，田呢伫即区遮嘛吼，田呢吼。北彰化较有田呢啦吼，讲田呢啊，南彰化遮
伊若毋是讲田园，啊，就是讲田园吼，较大部分是安尼。过来是迄种牛啊，吼，用酸菜叶饲牛啊，还是讲饲牛啊，还是讲饲猫啊，吼，伊有即三种诶讲法啦，吼。啊，饲牛啊，甲饲牛啊，饲牛啊，啊有人变做饲猫啊，安尼，迄饲猫啊是即区啦，是即区。饲猫啊是埔心永靖遮即区啦，吼，啊，迄个饲猫啊，吼，伫即区诶外围安尼吼，饲猫啊，啊，这饲牛啊是占真大部分啦，吼，连彰化市诶人拢讲饲牛啊，伊无饲猫啊，嘛无饲猫啊。好，啊，过来即个。若照迄个张平生教授所讲诶，伊即个果，即个果吼，伊是一个混合腔诶迄个标志嘛吼。果伊即叫做阳元音啦吼，阳元音果。啊，迄个甲转音诶果无共啊，转音诶果伊喙开较细，啊，即个果喙开较中啊，果，啊，这是果，吼，伊无共款诶发音无共，啊，即个果伊是伫后壁诶音嘛吼，果，啊，这是果，啊，这是果，吼，伊三个无共，吼。过来有人讲杂，啊，有人讲接，吼，啊，安尼配起来就有足侪款诶讲法啦，吼，啊，你会当参考一下啦，吼。这是东华腔诶所在哦，吼，东华腔诶所在，伊是讲接哦，伊毋是讲杂哦，吼，转音才是讲杂，吼，转音诶部分伊才是讲杂，吼，啊，若是东华音，伊是讲接哦，吼，这大概会当了解一下。过来是要讲漳泉透南啦，吼，漳泉诶透南，这八岁拄则有解说过啊，迄讲八岁，啊是讲迄个八岁，啊，这有拄则有解说过啊，吼，迄个伊会当来看迄个透南诶部分啦，吼，算讲，遮是讲好诶，啊，遮是讲细，啊，遮是讲岁，吼。这迄个透南诶所在，透南诶所在做记号，做记号。透南诶所在，你会发现，就是伫迄个语言诶，算讲相接触诶所在吼，伊会产生迄种透南诶情形。啊，即个批下甲批画吼，啊，搁皮画，吼，这是原来即个词嘛，介趣味啦，吼，算讲有人讲批画嘛，吼，批画是漳音嘛，啊，讲批画，歹势，批画是漳音嘛，吼，啊，讲批画是迄个转音，啊，讲迄个批画，吼，伊是转音，偏转音啦，吼，因为伊毋是讲全部诶转音拢统一诶讲法啦，伊有人讲是这读做皮嘛，吼，这读做皮，啊，伊若是转音，伊会讲批画啊，吼，因为伊画是讲画，毋是讲画啊，吼。啊，有人讲批画，安尼就是叫做透南嘛。
啊，若是讲批画安尼嘛是透蓝嘛，对无？伊着爱讲批画嘛，安尼才无透蓝着嘛吼。好，安尼随上要讲即个透蓝，你若是讲要讲甲足清楚诶，有困难啦吼。你会知影讲别人讲诶，甲你讲诶无共款。啊，到底是啥物人透蓝着？有当时也足歹判断吼。像遮伊着拢讲画嘛，即部分拢讲画，啊，即部分拢讲画，吼，拢讲画。啊，伫报道遮伊讲画，啊，伊较我讲音诶所在，伊就讲画，吼，即大概都是即个画甲画啦，吼。好啊，即个册，也是讲册，这是册嘛吼，啊，这是架嘛，册架，册架伊是东华音嘛，册架。啊，迄个有人讲草果，啊有讲炊粿，吼，啊嘛有人讲车粿啊，吼，因为迄个粿伊就是咧名词嘛，吼，啊，迄个有人送你粿，啊伊无迄个炊粿互你啊，伊是干若送你粿尔，所以伊有当时会分开嘛吼。除非讲你甲人斗阵做，啊，你会讲哦，咱来去找假者，吼，咱来过年，过年咱来找假者，吼，啊，过年咱来炒粿者，啊，讲过年咱来炊粿者，吼，这是有3种诶迄种方音差嘛，啊，你会当家己做一下研究啦，吼。啊，当然嘛有人变做讲过年咱来找假啊，吼，迄各种诶讲法拢有啦，因为咱是以词来做迄个学习诶，毋是讲咱毋是学一个韵啦，咱是学一个词，所以你有可能是学着过年啊，学着炊粿啊，吼，所以无一定讲倒一个词会去难着安尼啦。好。这大概即个部分是安尼吼，像讲即个粿吼，粿啊，即个是讲假吼，这是讲假，啊，遮嘛有人讲果啊吼，吼啊，遮拢是讲假，吼，这讲假安尼，吼，这讲粿，吼，这讲假，这讲果吼，大概伊诶迄个方音差大概是安尼分布啦。啊，即个是咧讲江音吼，伊较介意读文读音吼，啊，所以咱讲地吼，地切啊，鸟啊，迄个鸡仔咧地切啊，吼，会讲鸡仔咧倒切啊，啊，迄个鸡仔咧倒切啊，吼，啊，鸡仔咧地切啊，吼，啊，迄个鸡仔咧剁切啊，迄种鸡仔咧剁切啊，吼，因为这东华音伊嘛是讲剁无音，伊嘛毋是讲倒啊，吼，这转音这是讲倒啊，吼，所以即摆介侪人伊是用文读音来咧讲即个词啊，吼，啊，较特别诶是即个统。我毋知你会知影讲统是啥意思啊？统像讲迄个一只鸡，也是讲一只鸟仔咧捅一杯糖，吼，伊统本来是咧捅糖诶嘛，吼，啊，伊嘛会当起来做迄个茶，还是讲倒，还是讲毒诶，迄个伊嘛是讲做统安尼吼。过来是迄个一个讲变化甲无变化吼，迄个像讲即个歹，讲即个囡仔足歹，啊，你若讲江音，伊是讲即个囡仔足歹，足歹，安尼，
伊是足歹甲足歹伊个分布。基本上伊嘛是甲迄个奖状的分布足类似的啦吼。你若要教迄个囡仔讲足歹伊本来来讲足歹的，你若是要甲伊教甲变做讲足歹的，迄足困难的呢。算讲伊搁较讲伊就是讲歹，伊袂讲歹啦吼。你若是讲要教这讲歹的人，讲做歹，伊嘛是足歹教的。所以吼，咱若是要做教学，上好诶是讲地方诶迄个语音吼研究者，安尼你会当较省气力啦，较袂讲安尼教有回去落去，结果囡仔嘛是无法度照你所教诶安尼讲吼。这是鱼甲鱼嘛吼，鱼这是讲鱼诶吼，讲鱼，这是讲鱼诶，共款东华音、东华腔，伊嘛是讲做鱼，伊毋是讲做鱼吼，讲鱼诶是全音，讲鱼诶是全音吼。过来这是讲鸡，也是龟，也是讲鸡啦吼。伊行鸡诶时阵食一只鸡吼，食一只龟，食一只鸡吼。这鸡伊是迄个全音嘛吼，鸡是全音。迄个鸡是迄个鸡是强音。你嘛爱注意讲，东华音伊嘛是改做鸡啊，吼，伊嘛是变做鸡，伊龟无去啊，伊变做鸡啊吼。这伊嘛鱼伊嘛是变做鱼啊，伊无变做鱼，伊无讲鱼啊，伊嘛无讲鱼啊，伊讲做鱼啊吼。东华音诶所在伊是安尼讲诶吼。过来即个句甲记吼。记甲句甲句吼，句还佫有啦吼，句还佫有伫遮佫有一点仔残留啦吼。其他诶拢讲做记啊吼。句过来即个字就较特别啦吼，因为煮饭诶足少啦吼，煮饭诶足少，伊拢大部分拢变做煮饭啊吼，即拢讲做煮饭啊。这煮饭诶吼，煮饭诶也佫是有啦吼，煮饭诶，这是迄个全音嘛吼。这是江甲东华伊大部分拢变做煮啊吼。这有一部分也佫保留煮吼，煮饭。有人是讲煮饭足歹听啦，所以伊无爱讲煮饭，伊爱讲煮饭啦吼。这女性甲女性吼，甲女性嘛吼，女性女性也佫袂少吼，甲这字意思要共。毋过女性嘛是还佫保留掉诶，伊无像即个煮饭即个吼，煮饭较少吼。这基本上伊这女性也佫有保存了袂歹啊。这汉字、安字、汉族吼，甲汉字、汉字吼，这汉族、汉字吼，是用安族、安字吼，这有几种诶讲法啦吼。讲做字诶嘛较济啊，讲做字诶较少吼，安族较少。这是生囝甲生囝，生囝吼，甲生囝，甲生囝吼。这东华腔伊是讲生囝吼，生囝。迄个全音伊是讲生囝吼，迄个强音伊是讲生囝吼。所以这你嘛会当看出来讲，东华腔诶分布诶所在吼。因为因若是讲毋是
伊是偏转音，伊毋是泉州音，伊大概就是叫做东换腔啦吼，大概是安尼来看。这庄头甲井头吼，佮水头伊有3种的方音差吼。水头敢若伫鹿港遮尔，剩的毋是庄头就是井头吼。井头井头这是庄头吼，庄头过来是阳平，阳平就是第5调吼，第5调的变调变中调的吼，这是江阴吼，江阴第5调的中调变中调吼，第5调的变调变中调的，这是江阴。个东换音的一部分。过来是迄种。迄个有人是2种啦吼，伊2种拢有啦，就是讲伊无共款的词，伊的调调无共款吼。若是全音，伊是变假调嘛吼，变伊这假调。我有即种的空白的图，互你家己去做迄种语言地图，你会当甲伊每一个号码吼，爱甲伊符号甲伊搭起，安尼你就有一张家己的语言地图吼，这是空白的，互你做。咱中华关的台语处方言是安怎分类较好？一般认为讲较少变化的台语处方言是偏泉州的晋江腔晋江、南湾甲惠湾统称做三邑吼。中华关的台语偏泉腔的处方言排名，有人讲是三邑吼、东湾、泉州、安溪，嘛有人认为讲三邑腔无存在吼，无存在三邑腔即种分类。伊若无存在，伊就会变做是泉州音嘛吼，因为迄个泉州音是甲迄个无三邑腔是甲泉州音包伫中嘛吼。迄个，毋过三邑腔伊无鹿港泉州腔的特色吼，伊无迄种像讲单啦吼，迄个讲迄种，迄个变做讲中价调，第一调变中价调的吼，迄种的会较，迄种的特色无啦吼。个。所以我是认为讲有一个三邑的分类较实在啦，就是晋江、南湾甲惠湾。虽然讲晋江、南湾甲惠湾伊3个嘛是无讲完全拢共款，伊真歹甲伊当作是一个分类吼，因为伊毕竟是3个分类嘛吼。要甲即3个当作是一个吼，嘛是有一点较勉强啦，毋过伫无办法的时阵，嘛是安尼个分类，我感觉较好啦。迄个中音响变调变中调，音响就是第2调啦，伊变中调的腔口，像讲迄个西瓜啦，伊会讲做西瓜吼。一只西瓜，甲迄个西瓜就共款嘛。你若讲一只西鸡，安尼就甲西瓜就无共款嘛。会讲一只西鸡吼，讲西鸡一只西瓜吼，一只西瓜一粒西瓜一粒西瓜一只西瓜吼，安尼。你加一下迄个伊就会变做无共款。你会当用安尼来做差别，无西瓜甲西瓜变做共款的即种的腔口，迄是伫唱管线的2边啦吼。对河尾到溪湖这段迄个张素荣校长有研究台中的清水大概嘛有即款的情形，所以这毋是讲咱中华关特殊的吼，因为你
你大概看讲，伊即个分布是安尼啦吼，即个分布是安尼，为对河米一直来甲溪湖遮吼，安尼，这是叫做第二条的变调变中调，吼啊第二条伊的变调伊有几啊种啊，吼伊有几啊种的方式啊吼。有人讲第二条的变调伊是关调嘛吼，即就讲离变音嘛。过来第二条的变调变做一个上升调，第二条的变调变做中调甲上升调，第二条的变调变中调，吼，这就是遮。第二条的变调变中调甲关调吼，伊有两种的迄种，两种的调值吼，安尼。这大概是安尼吼，啊，你有发现讲哦，即区非常的整齐吼，伊就是安尼。后过来就是第八条的本调吼，第八条的本调，伊有人讲哦，江的迄个较低吼，啊迄个泉的比江的较悬一点。啊，毋过我伫鹿港遐所听到的，就是讲哦，变俗袂晓俗吼，袂晓俗啊，变俗伊迄个俗是讲甲足低啊吼，啊，毋是讲变俗袂晓俗，吼，伊是变俗袂晓俗吼，你大概就是讲去注意听看觅，看鹿港人伊是安怎讲俗啊吼，讲足俗的。这遮是迄个关调的所在啦吼。关调有人讲是甲下门腔较有关系嘛吼。好啊，这是我对迄个研究的结果所画的一个图啦吼。当然，这嘛是需要去看伊到底有啥物问题啦吼。因为每一个人画出来地图，拢无共款，嘿啊，到底是出啥物代志呢吼？啊，毋过吼，这鹿港腔的范围大概是安尼啦吼，这鹿港腔的范围，啊，这延前腔的范围大概是安尼啦吼，延前腔。啊，像即区伊是一种东华腔啊，甲三义腔的混合的迄种的嘛吼，啊，这大概是安尼吼，啊，这是迄个海口腔，吼，咱中华县的海口腔并毋是真正伫海口腔。因遮的人，因嘛家己讲，因讲的是海口腔啦吼，毋是讲我讲因讲海口腔啊，只是讲伊即个海口腔已经变化去安尼吼，啊，迄个东湾的海口腔吼，这是伫较底啊遮吼，就讲伊是较属伫东湾的迄种海口腔。东湾的海口腔吼是即两地吼，过来是迄个鹿港的三义腔吼，鹿港边仔伊有三义腔吼，过来是迄个讲哦，即个已经要变做一个优势腔迄个通行腔的概念啊吼，这是伫迄个都市吼，彰化市迄块。过来安溪腔，甲海口腔的迄种吼，伊迄个上尾即个是叫做偏江腔，偏江腔表示讲伊已经毋是江腔啊，伊只是偏江腔尔。啊，这泉州的三义腔吼，泉州的三义腔，基本上无一个完全讲已经无一个讲完全甲别人无共款的腔口啊，
拢爱透南来透南去吼。你若以迄个真正诶漳州腔，伊有讲迄个酸酸软软嘛，吼，迄啊毋过咱中华县，敢若问着一个讲要来转啊，吼，要来转啊，伊无其他诶拢无迄个转迄个音啊，敢若讲一个讲啊要来转啊，要来转啊，要来转吼，啊，其他转这已经拢总大部分拢总无去啊啦吼，所以要讲伊是漳腔嘛，真歹讲啊吼。你若讲像宜兰迄种漳腔，伊迄个软，伊就佫保持了袂歹啊吼。好，安尼大概是大概是即个语言地图，甲大家分享甲安尼啦吼。啊，你会当去网络找我诶论文吼，啊，迄个你若是有需要即个空白诶即个地图，我讲哦，我想要甲你诶论文内底诶附录吼，啊，做一下语言地图，安尼嘛欢迎你啦吼。算讲啊，无这坑咧嘛是坑咧啊，吼，就是讲。我想要做一下语言地图，啊，你会当看讲，我即摆想要来做讲迄个咧报啊咧飞，还是讲咧飞诶语言地图，吼啊，这第一点，伊是讲做报，啊，我着甲报甲伊标起，吼啊，即个第二点，伊是讲飞，啊，我着甲飞诶迄个代表符号，像讲我是用蓝色诶，啊，你着用蓝色诶甲伊。定一点遐，吼，啊，伊讲，鸟仔咧飞，啊，咧飞，你着甲伊用做迄个玫瑰红诶色，会用你介意啥物色，你只要讲你字会代表拢是共款，安尼你后摆就会当解说互人听啦，吼，讲猪皮，也是讲猪皮，也是讲猪皮，吼，猪皮啊，猪皮，也是讲猪皮。啊，猪皮，吼，还是讲猪皮啊？伊是安怎讲？你会当做一下迄个解说，吼。啊，有人讲鸡骹鸟，吼，啊，有人讲鸡骹鸟，啊，有人讲鸡骹鸟，啊，有人讲鸡骹鸟，鸡骹鸟，吼啊，鸡骹鸟，鸡骹鸟啊，鸡骹鸟。啊，鸡骹鸟，吼，伊有人安尼讲吼。啊，食也无饱，食也袂饱，是讲食也袂饱，吼。啊，讲背倒，是讲背倒，是讲背倒，吼。这各种诶讲法啦，吼。啊，迄个读书也是讲读册，吼。你会当去做一下语言地图，啊，这真济我拢也无做诶，吼，啊，我感觉你会当做看觅，像木瓜色啊，你会讲木瓜黄啊，还是讲木瓜红啊，吼，木瓜红啊，吼，这敢若一个，啊，其他诶人拢讲木瓜黄啊，吼，啊，其他诶乡镇伊是毋安尼讲，吼，这是大概是安尼啦，吼。好，吼，啊，迄个毋知各位对我今日诶说明有清楚无？多谢文哥，这是做学问诶方式吼，所以做者较复杂。头有人问讲吼，逐个啦，逐个你敢有甲做者研究，敢有腔考察？嘿，逐个吼，逐个啊，因讲逐个，嘿。嘛有人问讲论文，论文这到时我来做处理。伊这咱无法度分享档案 Meet。哦，伊基本上伊是伫网络顶，你会当去download，会当去我这已经处理好势，我是讲伊这无法度分享出来。哦，各位有啥问题要请教文哥的无？
迄个实际上真侪人看无我的论文啦，那因为迄个论文内底伊有罗马字嘛吼，还佫有迄个国际音标，因为论文大部分拢是用国际音标所标注的啦吼。你若是讲真正看无的时阵，就是讲爱家己去研究一下国际音标吼，迄个嘛无迄个无讲介困难啦吼。若是有心啦，差不多3个月就会当看。你若是讲头下用3个月看一篇论文，过来你会当用1个月就看一篇论文，过来用1礼拜就当看一篇论文。吼，即每一个人学的迄个无啥共款啦。你会当家己试看卖吼。你个中华关写迄个语言调查，佫有我一个同学叫做杜文钦。杜文钦伊论文比我较早写，伊的指导教授是洪依林吼，所以你会当去家看伊的论文，吼，因为伊是迄个洪教授指导的，所以伊受伊的迄种影响较侪。我的论文是当中苏老师指导的吼，当老师伊就是放牛食草啦吼，所以内底有足侪我的物件，伊吼袂讲叫我一定爱照伊的意思去写，安尼吼。所以基本上就是讲，我的论文内底有足侪我家己的想法啦。迄个杜文钦伊的论文内底有足侪洪老师的想法，吼。迄个阮上大的差别就是讲，洪开腔是中华关的分布。迄个中华关实际上洪开腔的部分真少啊。你若看迄个乌明祖师公迄个庙根本都伫中华关，敢若无几个所在有嘛。颠倒讲迄个三义腔的人的迄个信仰较济。毋过基本上咧。实际上，中华关以早上，迄个原住民甲迄个移民吼，佮家己遐的移民，拢刷来中华，因为咱中华的开发较早嘛吼，所以实际上咱遮的人是一种透南的人啦。到底原住民的占比有偌济，毋知吼。基本上我无认为讲我是顺的。因为阮是去清水搬来，应该嘛是一种地步啦吼。迄个咱中华关的迄个吼，语言呢，伫咱台湾来讲是上界迄个复杂的所在啦。即摆只是讲迄个像讲要来转啊，迄个转啊，咱中华关无。敢若剩一个人有要来转迄个音嘛？这是江音嘛？像宜兰遐个江音，就是讲水水软软迄种。即种的江音比咱中华关保存了无介好。所以讲大概就是讲咱的江音，实际上嘛毋是江音啦。迄个全音嘛毋是真正全音啊，大家拢是透南的语言，只是讲。人了侪还是人了少，安尼吼。文哥，嘿，人问讲吼，你调查对象的条件是啥货？哦，佫有迄个，你电影调查的时阵吼，每一个数你差有几个 sample， 这是有人咧提问的。200几个啊，吼，一个数爱200几个啊。嘿，一个数拢调查200外个人嘛，吼，因为你看我的分布点。你若有迄个耐心，甲算看卖200几个吼。文教老师有一个小翠香举手哦。嘿，好，嘿，请讲。老师，迄鹿港腔吼，伊讲遐吼，迄敢漳州音。鹿港腔就是泉州腔啊。泉州。嘿，
伊叫做泉州的府城腔嘛。泉州。嘿，泉州的迄个城内的腔口啦。哦，啊，三一腔就是伫泉州的四边啦，迄叫做三一啦。三一就是晋江、惠安甲南安嘛，啊，像我迄个写青阳，我的红牌顶是写青阳，青阳就是基本上是晋江，晋江的迄个中心叫做青阳，啊，所以迄个鹿港腔叫做正泉州腔，纯正的泉州腔。当然，伊甲即摆泉州嘛无啥共款，嘿。王甲老师还佫一个新红举手起来。嘿，请讲。老师你好，我想要知道咱若想要咱中华地区应该要安就真做讲我想要我是要做一个宏远的对台湾话教材，我应该安怎调查较有效率？我应该安怎学较紧？当然你是去遐问迄老伙仔会腔口就上紧啊，甲老伙仔人开讲上快啊。要安怎做啥物里表、书表，当问的较有效率？我会当讲，问这200个词、300个词，我就差不多知影这腔口要安讲，啊，教材要安做。敢有啥物相关的资源较有效率，会当安尼较紧？基本上就是讲，你若伫迄个方案，伊就是有用元音的问题嘛。你若是讲会晓讲鱼，会晓讲鱼，讲鹅啊，安尼你就用元音也搁低的嘛啊，你若是袂晓讲鹅啊，袂晓讲鱼，基本上足困难的啦。就是讲，咱迄个鱼啊，甲鹅啊即种的腔口有一个人叫做阿斯啦因阿嫂是漳腔的，伊一世人拢叫伊阿四，伊无法度甲伊叫做阿斯啦。安尼你有了解？就是讲腔口若是失去你要搁甲伊扣转来，就爱伫6岁之前搁甲伊扣转来。安尼也是超过6岁，足勉强的，迄叫做准母语尔，就是讲准母语的意思就是讲你有当时会想讲到底这个音是安怎发才对？这叫做准母语。你若是讲6岁之前所学到的，你讲阿斯，你就讲阿斯，你一世人拢会知影这个音是安怎发的。若是12岁以后咧，你学一世人嘛，伫遐咧用笑啊，因为你当时迄腔口因兜的人来见听伊叫阿四，就甲伊笑迄是因阿嫂实际上伊都袂晓发阿四这个音嘛，一只鸡啦一只居啦居伊都袂晓发啦，伊都敢若会晓发鸡还是发居啊，伊袂晓发居所以你若是讲要做别位的腔口真困难。除非你找遐个人录音录迄个教材，直接互囡仔听。你经过老师佫甲伊教迄音无共啊，音会走味啊，所以教材是爱当地的人来录，才有法度保持当地的腔口。安尼毋知有回答你的问题无？好，多谢老师。袂。来，各位啥问题？调查的对象，通常伫倒位啦？我进行调查就是1930年到1970年所出世，这个期间出世的人。因为上老的人你要甲伊做语言调查有困难。上少年的伊腔口拢走去咱即摆的人腔口走去的足侪即摆交通方便，而且带的某可能伫种远的所在来的，所以无像以早讲我拢伫同一个钟头咧嫁带若是讲即摆的人，你要做一个纯正的语言，根本都无可能
嘿，像讲我甲阮母啊的腔口就无共款啊。我细汉我毋知，虽然我的腔口甲阮阿嬷较共款，啊，所以吼，这母语这个词，实际上应该定义是啥物吼？可能需要去较详细，因为学术研究内底母语是一种学习的语言，啊，所以吼，咱推销母语吼，就是讲咱爱把这个母语变做咱思考的语言，伊才会是咱的母语。他说，规工想的头壳内拢是用缅甸人的词，你的母语就是改啊，就是失去啊。所以我足坚持讲，我爱用母语的头壳，头壳若是缅甸人，你就是变做缅甸人的人；头壳若是咱的母语、咱的台语，安尼你才是叫做母语人，所以爱用用安尼来想，好，安尼我大概今日有人是请教问到是讲，经过你的经验啦若要做一个地方的教材的时阵，爱安怎做较有效率？若讲是客户人，你安怎学客户腔？这是两个问题要甲你请教的。配合啦你就是讲你爱用遐个人的腔口，伊遐个人讲阮遮叫做配合，因袂讲阮遮叫做客户嘛。配合嘛，配甲客伊是会方音差嘛所以毋过配合的当兵因为我报心嘛所以配合的当兵伊实际上有受到江腔的影响。配合的人兵，伊较活鼻头，伊嘛有受到鼻头的影响。像讲伊遐讲花啊，咱有人讲花啊，有人讲虾啊，有人讲虾啊嘛。讲我招虾啊，招一卡虾啊，有人讲招一卡虾啊，有人讲招一卡花啊。配合的人兵，伊就会讲招一卡虾啊。迄受到鼻头的影响所以实际上咱出世的所在，咱无法度改变，除非讲你刷一个所在。咱现代人可能是刷来刷去的所以实际上咱需要做一寡，咱需要做一寡迄种思考就是讲。到底咱推动咱的语言是要一种本土化，还是用一个台湾化？咱规个台湾成做一个腔口，毋是讲咱国庄头一个腔口实际上这自然伫咧形成当中嘛。像以早讲无天良的人，伊即摆讲无天良老岁的人，伊即摆讲老岁这实际上是种自然的选择就是讲，咱袂当决定咱家己要讲啥物腔口，咱的腔口是对咱四周围的人咧讲的，咱是要讲互人听有，毋是要讲互人笑。我今日若伫外面讲我要食鱼，一定一堆人拢甲我笑，讲你食鱼我只好伫遮，我就讲食鱼啊。我去鹿港，我讲我要食鱼啊，袂互笑呢，因为鹿港即摆嘛接受江腔对吧？所以这是种经济甲生活的迄种选择。咱上大推动即个，就是讲咱大家推动这爱改善咱的生活，是讲互咱经济变较好安尼。无你推动本土语文，结果活袂落去，这是讲互伊愿听的，所以讲，爱互大家迄个语言环境佫较好诶。这当然嘛是咱国家语言发展法所想要互大家讲你来推动即个语言，爱当有一个专职的迄个老师好做，这就是咱推动这个语言的迄种手段爱互人生活过得佫较好诶安尼好安尼
还有啥物问题无？文家论文我已经嘛放伫迄个关怀迄边，遐群组到时迄个助理应该甲加入来。另外就是讲，你若要做这方面的调查吼，文化部逐当差不多，我是用109年哦，伊做1月到2月哦，一个月1月10日到2月17，差不多逐当拢固定个时间啦吼。1月10日到2月17会接受申请，伊迄是本土语言创作甲运用补助计划，所以包括有人咧算做这调查，也是讲要出绘本、出红仔册，拢会当用这种经费来申请。文化部有经费当申请吼。安尼，这期无来，头针对文家所讲的吼，一寡观念，大家应该对于地方的意思吼有较大的差别啦吼。因为我感觉这种是爱去人尊重，所以我嘛一直强调一个观念吼，讲互认等才求标准。头文家嘛一直强调讲，无啥物叫做正确的答案，伊即马做地人拢是安尼啦吼，要求正确，迄是华语的思考。毋过咱本土语文应该照你讲，应该是尊重每一个腔口，安尼才好。另外就是讲迄个，有人问讲，敢有迄种台南大学办的高级人员的迄个平台，还是讲去做一个配对迄个物件？我今问台南大学，即马还未去处理，这未来阮会开会甲顶头建议吼。来，有啥问题？来，有人要提出问题无？红爷，好，我来播放那个录音哈。轻巧知通赶走，轻巧知通赶走。是安尼，我听无伊讲的，伊是那个秤啊翘起来了，可是不可以带走，那是什么意思呢？哦，这录音的人是倒一个人？录音是伫印尼雅加达的。哦，歹势啦，遐我无研究，我研究中华关，做研究袂透。走，轻巧轻巧，毋知通赶走。红爷敢是安尼？就是讲，这个物件其实你用趁着，你是安那穿会翘开，表示你的物件比迄穿较重嘛。轻巧毋知通赶走，其实你已经趁着啊，你抱着啊，你搁推起来啊，敢若头家也发现了，讲啊，这伤重哦，我摕我起来。应该我是可能是种意思吧？轻巧毋知通赶走安尼啦。好，红爷工作参考。好，多谢。来，还有人要提出问题无？买单工作赶走是较紧走就对了。轻巧毋知通赶走，应该物件买物件应该是赶走。嘿，你要共赶走还是狗仔来乱？你才要共赶走，是讲迄人？伊毋是赶走啊，赶走啊，带走啊。赶走啦。意思讲你hand着啊，你都毋紧赶走，你要等头家甲你。有人也轻巧毋知通赶走。应该是赶紧走啦，还是讲赶走啦？赶走，毋是赶紧走。毋知通赶走，安尼较顺。你若讲毋知通赶走，较近，这毋是咱台语的语法。物件赶咧，赶紧走啦。因为你趁着啦，赶走对话拢写出来，来。来，还有人要还有3分钟要针对文家提出一寡学术性的讨论无？红哥安尼有满意吼？啊，满意了，多谢安祖老师。哦，你拢做认真啊呢？安尼，若无咱就先到这吼。多谢文家老师来。好，感谢。多谢。谢老师。多谢老师。我是周清玉，我敢若知影讲我是台南人，结果今仔日文学老师讲了，我一直对，我想我应该是漳州腔，我咧所讲的话就白字吼，我真到咱毋捌咧注意，并毋捌认真去想讲我是啥物腔吼，
结果有可能有人讲，我台南腔仲要无去吼，结果我即摆斗咧，结果发觉我是漳州腔，我今仔日嘛另外佫学着，我毋知影逐个人是毋是有认真去对着家己话是倒位的腔无吼？多谢文雅老师。沙期，佫有啥物问题要提出来讨论的无？因为各位既然来啊，咱就尽量把大家讲个清楚吼。因为我看讨大多数人佫伫个咧，还未提出来。无讲还未提出。你来，你海外有问题啊？其实无论倒位啊，倒位的人啊，拢是台湾人啦。大家有时我感觉有时无需要吼，大家互相尊重。莫共嫌讲啊！你讲我听无，你着爱学习。就亲像早期吼，咱迄个96年我推动迄个朗读的比赛时阵，因为拄仔开始惊人听无，所以录音档。所以96年、97、98年这3档教部拢公告音档。毋过尾仔发觉着啥？你若公告音档吼，变做一个标准尔，敢若会当食鸡肉，会当食鸡肉。哦，所以这是较无好，所以尾仔着甲取消。来，有人举手的来。会使开始讲话啊！举手的人。歹势，我有问题。请问题？咱讲咱台语吼，台语，咱讲或者闽南语嘛吼。是。咱国家的法律有讲规定讲咱台语或者什么物啊？这甲你报告一下，因为早期拄开始有开始就讲着吼。尤锡坤做行政院长的时阵啊，迄时阵大家冤来冤去，尤其有别个族群对台语这名词有意见啊。其实台语这个名词吼，蒋介石、蒋中正迄时伊是嘛用台语，日本人嘛是用台日大书店，你看嘛是用台语，所以早期拢是用安尼吼。毋过尾仔到56年，咱民国56年，因为迄阵文化大革命嘛。所以蒋介石吼，伊早期国民党政府嘛是用台语哦。尾仔56年，因为文化大革命迄时阵吼，老总诶就想讲，我反攻大陆，所以即马甲迄台语甲乡用甲改做闽南语，尾仔就安尼一路行落来。目前你若有去参加迄个文化部国家语言发展会议吼，你看伊名称就叫台湾台语，哦，台湾台语、台湾客语、台湾原住民族语。台湾手语类似安尼啦，所以即摆毋过还未正式通过，因为即摆搁咧处理吼，所以有一些歹剃头啦。毋过伫讲咱有咧认真有咧拍拼，嘛是豆豆来啦。台湾台语、台湾客语、台湾原住民族语，台湾手语，这也搁咧报告一下来。多谢。来，各位有问题咧？歹势，我有代志，我爱先来走。歹势哦。好，风霜启程。拜拜。多谢。咱家文雅老师讲多谢。多谢。来，抓起来。按算到11点10分就好了吼。过10分钟看各位有啥问题无？因为周馆长吼，这应该手举过啊吼。因为虽然代志足济，嘛是爱做，因为就青约就委员拢定来甲我吐一句讲，谁叫你是台湾人？文化部一套，教育部一套，这甲各位报告一下吼。即马课程纲要当咧修，文化部若公告咱的语言叫台湾台语，教育部就对咧用台湾台语，课本就对咧改。因为文化部是国家语言发展法所制定的语言名称，迄是法律；教育部公告是行政命令，所以法律的位阶较悬。所以文化部这边若确定，教育部就对咧改。所以可能明年，可能上好是120学年度开始，咱中华开始咧教，迄时阵可能就是叫做台湾台语的课本。有人举手来。叫做台湾台语，敢有一点啊，敢若怪怪啊！台语就是台语，那台湾台语。我甲你讲过，早期
连蒋介石嘛是用台语啊。不过这足侪物件吼，毋是咱想的遐尼简单啦。因为包括客委会、原民会对这个名称拢有意见，所以这是讨论足久嘛，协调足久，足侪代志无法度，大家讲规碗旁啦。啊，总是讲咱嘛爱考虑别个族群因的想法、看法。啊，这个已经超足久啊，所以有台湾台语，我感觉头笑啊。反正到后辈讲台湾台语，咱咧讲嘛讲台语，所以是这是足简单的代志啊。阮老爸老就亲像大市长嘛讲，伊讲的嘛是台语啊。啊，只是讲官方的语言有爱考虑别个族群，因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吼，所以咱爱去处理。毋过咱讲咱的话，咱的创作咱拢是台语。来，各位有问题无？河洛话哦，河洛话我甲你讲者，河洛话这其实要强调东调，因为东调伊的首都吼中安，迄是经过黄河甲洛水，黄河洛水。因为讲实在啦，毋知各位知影了台湾总无开发中姓王，因为东调当地时平定福建迄个时阵吼有一个建设，所以话人要你看伊个诗词吟唱，咱讲伊个叫河洛话吼，咱嘛是较尊重啦，这是一个语言发展的。话讲河洛话，话讲闽南语，哦，咱拢尊重。啊，但是我想咱会当这语言其实嘛是有一个认同的迄个意义伫遐吼，所以我是想讲，咱既然是台湾，啊过去嘛号做台语，大家啦到目前咱讲约定俗成吼，其实大家人咧讲台语，就是咧讲咱咧讲的，即个叫做台语嘛吼。啊，所以咱也毋是要欺负别人，也毋是要迄个家己拢足委屈的吼。我想台语就是台语，咱家己就知影讲咱是台语。但是别人讲你讲台语啊，无阮就毋是台语。我想因嘛是台湾的话啦吼，所以即摆才会直直发展出来讲啊，无是毋是合作台湾因嘛惊讲，若讲台语是毋是全拢规个拢咱占去吼？咱其实是无，因若要讲因原来是台湾话，我想咱拢欢迎。但是上无咱家己会当知影，咱家己讲咱就是台语安尼，毋好家己搁踮咧直直讲咱是河洛话，咱是闽南话，咱是安尼，咱家己都无一个认同啊吼啊，所以即点可能咱会当家己先努力的啦。就是像讲咱个奥运台湾队就是台湾队吼，我感觉即个上无咱家己爱较有自信的吼，较会当家己努力。我想即点是上无咱家己会当先做。官断不如民怨哦。哈？官断不如民怨。官方来这段判断代志，不如咱民间愿意来做吼。来，林先生来，林先生举手来。安叔老师好，我是苏平。咱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是讲台湾台语的英文要安怎写？因为是要写台湾语，还是因为即摆就是拄到这个问题啊？讲咱的不管是证书还是各方面迄个咱的英文要安怎写？这可能嘛是爱考虑。多啥？这问题吼，由文化部去处理就好啊。我想咱上无就是台湾意思嘛，我想迄款的。无紧，这咱尊重文化部处理。我一直强调讲，官方单位因要安怎去和迄，咱尊重。毋过咱就是台语，哦，这另外来讲，这要安怎翻做英语，互因去处理就好啊。哦，来。多啥？临港老营，我来讲一个主题啦。针对哦，像迄早期迄连咧蒋介石个手册拢有图通去看的。台语是蒋中正背书，我甲你讲，所以有时甲呢，我用相片来讲这个。因为咱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看法嘛。咁咪说谢谢来。歹势哦。我一直咧看这个咱的教典，咱应该办一个像华语的书店啊呢，叫做啄木鸟。你讲，甲伊内底唔对吹出来，啊无安尼哦，这囡仔要写字形是足创好的。我像我永家己拍唔对伊啦吼，我去一个我坐啦，啊，我们这个可以办这个活动，大家来共襄盛举，甲迄个物件，干个凑合干个上少，真济人是甲当做圣经，结果内底是自己打脸了一堆啦。啊，你知？啊，搁再讲哦。我像咱咧顶下要交公布，佮加公布999个数内底，迄内底嘛有真济毋对的。
拜托要写进前加找2个较拉的人去写，加甲看看。公布则袂阁毋对，啊毋对，阁再钉塔阁毋对。哦，我现在就做功课的啦。这个妇联金融会知影，学者来做处理。包括以早某一位立法委员，甲阮叫去立法院骂，讲阮的教典理都毋对。你要发展，你要啥物理，阮尊重啦。毋过我有时一直感觉是讲，这拢有专家学者去做处理的，绝对毋是讲凊彩黑白撇撇的。我讲的毋是讲要讲经济这些问题，是讲伊家己自己打脸的啦。本来你有毋对的所在，即马教典嘛有顶头的建议啊。我处理你，我若讲毋过毋对，我就会当反映啊。教典有一个所在本来会当反映啊，伊拢会当去写。我已经本来的啊。这没有办法，前面我意思我像学华语的啄木鸟，伊都是用专业人来做。拢爱学华语啦。你若我讲有方式啦，方式啄木鸟的说大家去找错的嘛，把那个有问题的大家一起弄出来。因为内底，我不争这个字哦，我无要争以色列字的问题，我是要讲这个内底家己就打脸，比如讲咱龙洞啦，浪荡词龙洞还歹叫龙洞，伊是草字头。毋过伊伫个近义词内底写起长啦，这长的长啦，这是这是，啊个个比照，而且撇照，佮用迄个复辟的弊，就是讲咱讲要紧，我你若有用吼，你甲物件拢写喺顶头，我随来处理好毋好？有问题咱就随处理。哦，迄这个足济啦，你来讲啦，会当用这个话筒可能较深咯。要紧，拢有问题咱随处理。我个性就是安尼，毋过足济物件吼，大家爱你信息内底要求完全哦。你即摆随当写，都写到遮，我就随来处理啊。你写我随，因为教典顶头有一个意见的反映嘛，你写我替你答过嘛是会使啊，因你头着去处理啊。对啊，真正某人讲台湾山头伤济，真正啦。我30当来吼，定来去用修理，我嘛感觉惯势啊啦。问题大拢做够啦，拢无紧，咱就算有问题，咱就随来处理。哦，所以包括我这我嘛要强调叫尊重。你要讲安怎，要写安怎，我拢尊重。毋过，咱为着要推广，大家要有一个共识。若无你写你的，我写我的吼，真正咱真正扫袂出去。讲啊歹听啦，包括当地时拼音系统咧乱的时阵嘛，对啦，就是讲，我有就要标准化。对咧，量啊。因为个标准化过有这问题，问题就是讲呢，我们把里面的自己打脸自己的东西，至少问题你个有去了困扰。因为迄有时说长地长，共同的动系，有草里头无草里头，迄是有关系啦。因为你说长爱用面烫嘛，所以下面是一个面嘛，一个面嘛。啊，若要潘家龙东是你做龙东是草里头，所以有的是草里头。哎，龙东片，龙东柱，伊说啥？这等个东来 ，OK， 梁武来。请问老师一个问题吼，迄罗马字我都记袂起来。有啥物配补无啊？你若要读罗马字哦，教部嘛有迄个罗马字迄个学习的资源，网络顶头足济。你有兴趣？网络教部嘛有迄种拼音迄个学习网，迄拢有。多谢。好，来，还有啥物人？我是有透过这朋友伫提起的讲，这字有足侪意见吼，这事实上是真侪经常在接受着这款的意见。这边伫开这个国家语言发展会议的时阵，原来有真侪人提起，所以这个就透过安珠老师有讲，大家会当反映。伊教育部只是写讲是推荐的用字，伊嘛毋敢讲你着只有用安尼理念的吼，所以意思就是讲，大家若有感觉有意见，会使反映。但是伫遮毋是讲干那啥物人讲，啥物人着搁改即字，搁改迄字，原来是经过一个会吼，经过大家即专家去讨论。但是我想讲，咱若大家拢做伙反映，拢一直即个意见一直出来的时阵，我想原来会慎重。去处理，所以这点差不多已经伫这边的国家会议中间已经足侪人提起来吼。我是想讲这个真好吼，因为你看包括大家人拢足有意见，所以意思就是讲大家有咧关心，我感觉真好。咱做伙来努力，向着像安珠讲，咱赶紧反映，
啊，即边嘛放伫即个会议的中间，啊，大家我相信一定不管是文化部、教育部，一定有来重视。啊，伫后壁，咱后壁才会，所以我会一直讲，请大家去注意即个会议的进行内容，啊，大家有愈侪关心、愈侪了解，啊，赶紧反映，啊，放做是咱后壁要努力的即个目标。啊，亲像头拄我咧讲的讲，拜托大家原来去网络去将即个咱的国家语言发展法的迄个条文中迄个先去列出来。啊，你若阁有时间，当然嘛会使去看原住民的基本法甲客家的基本法，以及因的语言发展法会定的是安怎，拢会当去大家若有时间吼，有迄个用心，会当做伙去研究。特别是咱的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定2档啊。啊，即摆会开即个会嘛是，就是讲会来小可检验一下，啊，就是倒位进行到倒，啊，有啥物问题无？所以安尼个可能有哪会当互咱有一个集中的即个目标。我感觉迄中间就会当看到足济。我今仔就帮想加讲话，就是讲，请大家有哪去看一下。啊，你有注意到即个法律时，你就知影讲，过去提出来的问题，啊，咱有解决无？有啥物困难无？啊，佫有啥物新的问题无？啊，这若有，咱有共识，然后检查就是咱后壁佫来补充，佫来修改法律的一个根据。啊，所以请大家做伙注意，安尼这是安那，就是我先海这边一直讲，请咱大家注意，即摆目前进行到倒位，咱愿大家做伙了解。以上多谢。来，这个说明一下吼，这有几个问题，就是讲义用制是讲早期有人咧用，教部咧校订嘛是甲写出来。毋过啦，你若要可认证啦吼，因为教部有一个功能，就是爱整合成功嘛，所以变做你若可认证写义用伊是算毋对，哦，所以这先甲你说明一下。另外就是讲迄个英文老师想要教台语做翻译吼，是阮阮秀荣就是一个英文老师，因为英文老师你发音的底子足在，你来学语言学足紧，而且我嘛捌足济英语老师买咱我来教台语，即嘛翻译吼，伊个中学更加需要有足济有英语底子的人来学台语，我感觉真个会使。啊，台湾人放尿搅沙袂做堆吼，放尿搅红，红土包面吼，这就是，为着咱尊重啦吼。来，迄个。干啥来？干一个。我一个问题应该会当随解决的吼，就是讲电脑咱咧查校订的电脑。我校订咧查电脑，你要甲拍诱因，就是讲右练做或者熟练做，没有办法全部把那个东西跑出来。安尼无法度去了解讲伊到底是安怎，伊拢总统计伊的标准是啥物？这对学术研究有帮助。比如讲为什么一点的右练做或者熟练做，应该把迄个字。原来拍去3字的，所谓熟练做都造出来，还是右练做的是不是全部跑出来？这马上电脑会那克服的，安尼敢袂使？安尼才有法度去讲啊，数学咧伊读做安尼，其他伊袂使读做安尼，好无？这因为你校订的设定是针对迄个常用词，迄个词，哦，所以你若要设定另外一种词，熟练做、右练做，迄是较无法度啦。因为你来出来变做。资料库较无来安尼做这种处理。另外，有人反映讲啥高中疫情的关系，无要紧，你这有关这迄个第一问题，我看下随问迄个张慧珍张教授吼，你讲刚开高中场，因为即摆疫情的关系，所有演习拢停开嘛，这阮会去处理。哦，啊，stra期可能大家会公告讲后摆。包括即马可能9月、10月，可能有另外一寡方式啦。像阮即早开会拢是用迄个网络开会，毋过后礼拜像我拜四会晓去教部开会，即马豆回复啊吼。所以一寡物件演习，这是我会来注意吼。所以有问题恁就做你讲啊，阮也知影，我会随处理。啊，另外较定吼，一件代志要问各位，就讲迄表单爱做一个问卷调查一下吼，这问各位甲阮添一下。啊，拜四是。曾家颖老师吼，这少年辈，因为这个水姑娘吼，伊真正是才女啦吼，伊甚至是当初时阿扁啊竞选总统时阵的幕僚，看袂出来，真正足厉害吼。所以有一个物件，这无要紧，这咱来做处理。所以你若讲针对一个词，这我有做处理啦吼。毋过各位要知影，熟练做你要比赛时阵是袂使，啊那右练做是会使。哦，因为这有一足个观念问题吼，这算大家帮参考。
来，即摆已经11:17，本来讲到11:10分吼。来，最后佫3个问题来。王小姐，你讲的迄种建设问题，我会甲台南大学，因为伊迄有一个网站，伊迄资源人员台南大学有一个网站吼，到时要安怎改变？这到时我会请因讲过。另外各位若感觉这人数不够，因开的我嘛有建议啊啦。只是讲部长有同意要增加，毋过下骹国教数无增加，这问题麻烦各位你写去部长信箱，把恁的需要、恁的愿望写出来。因为写的时阵申办人员部长袂看到啦。毋过申办人员会看到有人讲就馆长演讲的时阵演讲场是人甜吼，即摆你网络看到你感觉真欢喜啦，你讲话一来。馆长，喂，讲回一个啊。有啊，我伫遮，我拢伫遮，我有咧看。讲回一个，毋是甲笑尔啦。我足欢喜的，因为我感觉讲伫即个中间毋管伫岛内海外逐个拢做伙咧要紧咱家己的语言，咱家己的文化会当安尼伫遮尔大的困难中间委屈遐尼久遮尔甚至伫即摆疫情的中间，逐个还是继续咧拼死，我感觉足感动，足感谢。过去感谢，即摆嘛是共款感谢所以。头我按住讲谁叫你是台湾人，你既然是无，咱是家己台湾人，咱佫较济委屈，佫较济困难，就正做是咱的气力的即个台湾，咱继续拼死吼。我想讲，这嘛是你咱甲即马共款的努力，但是我想咱的努力绝对无白费，绝对无白费，对的就是对的，就是较困难，但是着爱靠大家努力，毋是干那你咧努力。足侪人拢咧努力的吼，早期嘛足侪失败，嘛无放弃，所以咱即马就是搁继续，搁会当做，我想足欢喜的，足多谢即个场嘛是咱安珠老师斗安排足侪吼，伊安尼足侪老师拢去人，拢去共请来吼，所以你民主够大，我想大家因为是安那，毋是我民主，场演讲搁爱收100块呢。毋是我的民主，是因为咱拢是台湾人，我讲就是即点吼。大家为着台湾，大家欢喜做伙来努力，我互相勉励啦。这就是咱上大的即个感情，上大的快乐吼。加油！多谢。各位有啥问题无？各位，拜四会记你大家会记你赶紧入来吼。即个曾教授伊连因两个详细拢落来。伫录音吼，所以我讲伊迄本的迄个绘本已经是迄个销售上好的册啊吼。我想这是足客气足用心佮足有台湾味的一个真好的教授，少年的教授。所以咱足侪少年的，佫是咱足大的即个希望吼。对啦，所以有时嘛毋通一直就唱台语安怎啦。你看即马连迄个，迄叫啥？茄子。叫啊，叫，迄个团。茄子蛋。叫啊两。叫啊两，你看咧连咧叫啊两哦，即马年纪有啊，你看咧叫啊两吼，甚至已经反攻大陆啊！你即马去 YouTube 吼，已经破亿啊！咱以前到就连听咧袂当听，连唱咧袂当唱，即马你看过这个团，石妖嘛是算较少年辈啦。所以有时莫一直就唱台语讲要安怎，我讲有时无迄种必要。咱即马其实已经比我20-30年前有较好足济啊，包括校即马咧教，国中嘛咧教，即马少年辈即天然度的天然台拢来啊，对毋对？惊啥？所以咱继续甲拼下去就好啊，吼。若无问题，咱就今仔日先到这吼。来，多谢各位。多谢大家，多谢安珠老师。温馨。